2026年 NBA 選秀大會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，燈光閃爍，氣氛熱烈。喂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偉文，一個香港街場出世嘅籃球仔，細個喺屋籃球場練波，學咗少林72絕技。點知今日真係有機會踏上 NBA 舞台。2026年選秀之夜，我緊張到手震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同好多天才競爭，最終 Cooper Flag 都唔係我對手。主持人孫達拉斯小牛隊用第一順位揀咗我即刻喊咗出嚟。香港人打 NBA 呢個夢真係成真咗。加入小牛隊第一日，我已經感受到 NBA 嘅強度。隊入面有 Kyrie Irving 同 Anthony Davis。佢哋係我嘅隊友。QVA 嘅控球技巧真係變態，佢運球好似跳舞咁，粒波好似黐喺手度咁。我同佢一對一時試咗用金鐘罩防守點，知佢一個 crossover 就過咗我。好彩我都唔差，用雙轉身反擊，背後換手上籃得分。QVA 好似有啲意外，點咗點頭，好似覺得我有啲潛質。之後 Anthony Davis 教我防守，佢嘅防守能力真係頂級，佢身高7尺，加上臂展，蓋帽好似食飯咁簡單。佢同我講咗幾招，例如點樣卡位同預判對手動作。我試咗用佢嘅方法，果然喺訓練中攔咗幾個隊友嘅上籃。我同隊友嘅合作都開始有火花，例如同 QVA 練雙人配合，我用如來神掌喺空中停留半秒，球俾佢，佢即刻一個花式上籃得分。教練喺旁邊睇到都拍手。今晚係我 NBA 生涯第一場比賽，喺達拉斯小牛隊主場對陣洛杉磯湖人隊。全球球迷同媒體都話要睇我點樣 carry 全場。ESPN 成日炒作我係少林籃球奇才，仲話我嘅污糟打法係前所未見。球迷就更加瘋狂，場外有條友舉牌寫住 Apple Chan 香港之光，仲有啲人話我係下一個 Kobe， 壓力梗係有，但我係陳偉文，我有信心用我嘅絕技同污糟 style 打爆對手，俾全世界知道香港人唔係講笑。我熱身時唔係普通跑步同投籃，我用咗少林易筋經拉筋，仲喺場邊跳起如來神掌，空中停留半秒再落地，搞亂咗啲記者嘅鏡頭。有一個 ESPN 記者問我Apple 你點解咁怪雞？我笑住答：怪，呢啲係我嘅污糟絕技少林功夫加鼻屎亂飛，等陣你就知點解我係狀元。球迷聽到即刻尖叫，氣氛熱到爆炸。我心諗壓力大，我就係要用呢啲壓力變動力。今晚要喺主場俾湖人隊一場教訓。今晚我作為先發控衛上場，對手湖人隊陣容好勁，有 Luka Doncic 同 LeBron James 帶隊，仲有 Bronny James、Rui Hachimura 同我隊友 Daniel Gafford 嘅對位。我一上場就同 Luka 對位，佢6尺7寸200多磅，控球好似指揮官咁穩。我隊友 Kyrie Irving 同 Anthony Davis，A 就係我嘅左右手，等我帶領小牛隊喺主場打出氣勢。比賽一開始，我持球面對 Luka，佢用體重壓我，想逼我失誤，我即刻用污糟雙轉身，鼻涕噴到佢眼花。再一個背後運球過人，上籃得分，全場球迷即刻起哄。Luka 唔服，回敬咗一個假動作3分，仿咗我嘅隊友 Daniel Gafford。LeBron 喺快攻中衝入禁區，跳起扣籃，湖人隊領先3分。我心諗唔得，要加快節奏。第二節湖人隊換咗 Bronny James 上場，佢係 LeBron 個仔，防守好，積極貼身跟住我。我同 QVA 打配合，我用如來神掌喺空中停留半秒傳球俾 QVA， 佢一個胯下運球過咗 Bronny 上籃得分。Ed 喺防守端硬 block 咗 LeBron 嘅上籃，我即刻快攻用少林輕功空中接 Ed 傳球，投命中小牛隊反超2分，球迷開始高呼 Apple， 我信心爆棚。第3節湖人隊嘅 Rui Hachimura 上場，佢中距離跳投好準，連中2球，湖人一度追平。我同 Ed 打擋拆，我用污糟運球亂中過人傳俾 Ed， 佢空中接力扣籃，全場震動。Daniel Gafford 喺籃下硬抗，用力量搶到進攻籃板，補籃得分。小牛隊保持3分領先，我喺場上大叫
湖人隊，今晚你哋要輸喺我嘅主場。第4節我哋打得有來有回，最後2分鐘湖人隊落後2分 ，Luka 持球突破，想用佢嘅組織能力救場，我用金鐘罩硬化身體跳起封蓋佢嘅上籃，成功攔截。進攻端我面對 LeBron 嘅防守，用如來神掌喺空中停留半秒，投命中小牛隊領先4分。比賽最後一擊 ，LeBron 上3分絕殺，我用少林輕功跳起蓋咗佢嘅射籃計時器響起，小牛隊102-100險勝，全場球迷瘋狂跳起，場館頂都震咗。比賽完結，我全場20分10助攻，仲有2個關鍵封蓋，帶領小牛隊喺主場擊敗湖人隊，球迷起立鼓掌，有人喊 Apple 你係我哋嘅英雄。媒體鏡頭對住我，全球直播即刻 cut 入我嘅 highlight。ESPN 話陳偉文用少林功夫同污糟打法震驚 NBA， 佢係狀元嘅最佳名。香港網民更加瘋狂話我係香港籃球之神，連少林寺嘅師傅都喺微博話要請我返去交流。小牛隊總管 Nico Harrison 喺賽後講 Apple 今晚嘅表現係現象級，佢嘅自信同獨特打法完全超出我哋嘅預期，揀佢做狀元係我嘅驕傲，佢會帶領小牛隊走向新高峰。Kyrie 同 Ed 走過來同我擊掌， Kyrie 話 Apple 你嘅污糟 style 真係無人可擋，我同你一齊打波好爽。 Ed 就話你嘅防守同進攻都好瘋狂，繼續咁打落去。我笑住同記者講今晚只係開始，我要用少林功夫同香港街場精神喺 NBA 創造屬於我嘅傳奇。我會為達拉斯帶來唔止5座，唔止6座，唔止7座總冠軍。全場再次爆發歡呼，我知道我嘅 NBA 之路正式起飛。I say, Mamba out.